中央银行昨下晡来宣布，这个利息阁来调升半码，安尼今年的利率已经连升2届了。若是买厝的贷款贷1000万的人，安尼每个月房屋贷款爱加兴1800外块，等于是逐工减啉一杯手摇的饮料，安尼嘛算上重，这钱是愈来愈薄。你甲钱的缘分是毋是愈来愈薄？央行宣布升半码，互厝贷利率变做1.7%，变做6年来新高。1000万厝贷逐个月贷款利息都要加纳585。今年升息2摆，30年期的贷款1000万还本息，逐个月厝贷增加超过2800块，等于你逐工爱减啉一杯凉的。卡数央行直升，今年升3码，有1000万贷款的人，等于规年减1个月薪水。你有法度食较少的管理的税，敢有法度把钱的4支卡嘛关好掉？可是对于首购族来讲，当然首购族因为刚出社会没多久，他的存款跟收入都相对的有限，所以当然就要锱铢必较嘛，他的冲击力是比较大，因为他的口袋比较浅。换屋主呢，它当然影响就比较大。可是换屋主的影响还不在于利息，而是在于限贷令。因为现在呢，如果是买第3间房子以上的换屋主，你的贷款成数最多只能贷4成，等于你要有6成的自备款。其实这种自备款的负担呢，远比利息支出还要来得大。房价要短时间内要下跌反转成空头的几率不是很大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营造原物料的成本真的很高，那成本升高的之下，售价就不很难降低。你不要说台湾看不出来，美国也看不出来嘛，因为你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啊。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原物料缺口就是在那里，除非你解除经济制裁，台湾加入制裁阵营，你就没办法在国际上拿到便宜的原物料，你没办法像中国跟印度拿到便宜的油跟天然气。民不聊生啦哈。专家认为要救民不聊生，所以央行就放手利率互伊升。不过升半码，敢有法度救通货膨胀，恐惊是一事换一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